嗨，大家好，我是侃民宿。今天是2025年4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消费，聊聊经济形势。最近随着很多消费类的上市公司，尤其是餐饮还有白酒行业，他们相继公布年报，咱们就可以看到整个2024年这个消费行业是什么一个情况，进而可以感受到2025年咱们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泰二酸菜鱼，恐怕有人吃过，我是见过的，但是我没有去吃过。泰二酸菜鱼它属于一家餐饮公司，叫九毛九。最近这个九毛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它是在港股上市的，代码叫09922，简称九毛九。最近发布2024年业绩公告，称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61亿元，同比增加 1.5%， 规模净利润5580万元，同比下降 88%， 年度溢利4480万元，同比减少 91%， 这个也创下了九毛九自2020年上市以来业绩最大降幅。也就是这个九毛九实现了增收不增利，营业收入稍微涨了一点点，但是利润是腰斩。上市仅5年，其市值从巅峰期的500亿港元跌至40亿港元，缩水已超 90%， 也就是除以10。截至2025年4月1日，其港股跌至 2.8 港元，市值仅39亿港元。目前其面临泰二酸菜鱼主品牌热度降温，第二曲线怂火锅增长乏力，多品牌策略陷入瓶颈等多重问题，预制菜冲击更让其雪上加霜。这个九毛九下面品牌，一个是泰二酸菜鱼，一个是怂火锅。这个酸菜鱼和怂火锅现在基本上它就没以前那么热了。火锅咱们知道前一阵子那个叫什么巴奴火锅的创始人都出来骂街了，因为他老想涨价，这利润低，但是涨价呢消费者不认可。那个巴奴火锅的创始人就出来说，你月薪5000，你就别想着吃火锅了，吃点麻辣烫就算了。大家还有印象吗？你这种冲突实际上就说明了消费者和品牌之间这种矛盾。说来说去还是大家没钱了，所以对这些品牌他们一举一动都比较关心。你以前在这个火锅店你点个拍黄瓜，它是10块还是20块，你都不在意。但现在由于收入降了，你看到拍黄瓜是20块，你就觉得自己遭到戏弄，自己成了冤大头。如果你的月薪年年在涨，随便便就月薪2万，你说黄瓜20块30块，你根本就不在乎，你也感受不到，也就对这个脱敏了。我们接着看这个九毛九说净利骤降近90%，各品牌全线承压。九毛九在业绩公告中将净利暴跌归因于3个方面。什么原因导致它净利润暴跌呢？一、餐饮市场竞争加剧，叠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同店收入下滑。这个餐饮品牌竞争加剧，这个好理解，大家想象一下，由于各行各业都不行，都在裁员，都在压缩，那这些裁员的人干啥去了？拿着这个赔偿金，大家首选就是干餐饮。这我一直这么说，大家想象一下，你身边的朋友手上但凡有点钱的，失业了没事干，他第一个念头恐怕就想开个餐馆，因为认为开餐馆门槛低，对吧？你请个厨师，找个地方，你就可以摆开架势干，在那儿想着自己就能当老板创业。实在不行，你还可以加盟你什么都不操心，人家把你店装修好，按标准，你又不用设计，你不用动脑筋，完了之后你就投入运营就行了，最后直到亏干净为止。就因为它的门槛低，看上去好像没有竞争，实际上越是这种行业它竞争越大，因为它没门槛，谁都来。所以别看经济形势不好，你也不要看好像关店的特别多，但是照样有人开店。它第二个原因，闭店以及经营不善引发的一次性闭店与资产减值损失约 1.35 亿元。三、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减少，叠加汇兑损失增加。分品牌来看，九毛九的主品牌增长出现明显失速，作为九毛九营收占比超70%的现金流，泰二品牌增长已显疲态。2024年其营收较上年同期微减 1.4% 至44亿元，而2023年增速高达 44%。2024年上半年其净利润同比骤降 68%， 全年净利润则不足5000万元，较2023年 4.5 亿缩水近90%，也就是基本上腰斩。此九毛九在财报中表示是由于该年度外部环境变化及餐饮市场的激烈竞争下，集团泰二餐厅同店销售减少，
其他品牌也全线承压。财报显示由于9毛9自营餐厅数量减少，以及顾客人均消费的减少，这个咱们要关注。你餐厅数量减少，这个还不好说，有可能是你自己经营不善，选址不好。但是顾客人均消费的减少，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明消费降级，说明大家虽然还来吃，但是已经开始勒紧裤腰带了，能少点就少点一点，所以人均消费在下降。这个9毛9人均消费下降多少呢？他说下降了13%。怂火锅与其他品牌收入虽同比分别增长11%、201%，但怂火锅营收占比仅为14.7%，其他品牌营收占比3.6%，也就是这两个不是主流，贡献不大。虽然他们的增长，你开2家店，那不就增长更多吗？两者相加合计占比还不到20%，难以拉动整体业绩。这是营收。9毛9各品牌的盈利能力也不容乐观。财报显示2024年泰尔店面经营净利润下降6.1个百分点至13.2%，怂火锅店面经营利润下降3.6个百分点至13.2%， 9毛9店面经营利润下降2.2个百分点至14.5%，仅其他品牌店面经营利润率增加2.1个百分点至4.3%。此外，成本攀升也挤压了门店利润。财报显示2024年9毛9单店运营成本显著抬升，使用权资产折旧达5.77亿，但全年净增门店仅81家，远低于2023年的170家，也就是开店越来越慢了，单位拓店成本激增。同时，员工成本增至17.27亿元，员工成本增加13%。专修及设备采购推高其他资产折旧至2.91亿元，这个增加23.9%。水电费2.53亿元，增加16%。广告费1.01亿元，增加23%。叠加融资成本1.1亿元，增加20%。多项刚性开支持续攀升，也就是这个9毛9，它营业收入没有什么太大的增加，但是它的成本支出在飙升，微利困局与资本退潮。2024年，餐饮行业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面临巨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餐饮收入升至5.57万亿，全国的餐饮收入就是规模以上的，反正没到6万亿，但增速由2023年20.4%大幅下降至5.3%。红餐大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餐饮人均消费降至39.8元。2024年全国餐饮人均消费是40块钱不到，这叫什么意思？同比下降6.6%，人均消费40块钱不到，下降了6.6%，这足以说明问题。大家都是在勒紧裤腰带，能不花的坚决不花。这消费降级造成供需错位，各大连锁品牌为争夺客源，选择集体降价，价格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争夺客源，连锁品牌集体降价。自2024年5月，呷哺新菜单的单人套餐及双人套餐价格全面下调，平均客单价不超过60元，套餐均价降幅超10%。和府捞面部分产品价格下降约30%，乡村鸡门店的川式小煎鸡饭、宫爆鸡丁饭等4款产品降价幅度约19%至25%，价格回到2008年。价格内卷之下，餐饮市场陷入微利困局。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1.8亿元，同比下降88.8%，利润率低至0.37%。受此影响，曾经的顶流泰尔酸菜鱼也加入了价格战。自2023年5月，泰尔酸菜鱼便持续降价，菜品价格直接腰斩至35到50元不等。财报显示2021年至2024年，泰尔酸菜鱼客单价从80元持续下滑至71元，降幅11.25%。为迎合消费者，泰尔还打破了此前4人以上不接单等既有规矩，并不断丰富菜品体系，在广州、深圳等地上新不辣酸菜鱼。然而说泰尔酸菜鱼降价策略并未有效刺激客流量和翻台率。财报显示，泰尔酸菜鱼的翻台率由2021年4.4% 波动下降至2024年的3.5%，泰尔的翻座率由2021年的3.4%波动下降至2024年的2.5%。
总之，去吃饭的人少了，客单价也下降了，这叫双降，戴维斯双杀。其他品牌的相关数据也不容乐观。客流量方面，怂火锅翻桌率从2023年 3.0 降至 2.5， 九毛九翻桌率从2023年的 1.8 降至 1.7。翻台率方面，怂火锅翻台率由2023年 3.8 降至2024年 2.9， 九毛九翻台率由2023年2毛9降至2024年 2.7。值得注意的是，泰尔门店多以直营模式为主，但泰尔却频现食品安全风波问题。2024年12月25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泰尔酸菜鱼，也就是广州泰尔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北京一门店的筷子上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而被处罚。截至2025年3月31日，黑猫投诉平台上相关投诉有196条，主要集中在菜品中有异物、用餐后出现不适等食品安全问题。此外，尽管泰尔酸菜鱼宣称自己是活鱼现做，否认使用预制菜，但据相关报道，其大部分菜品依赖半成品加工。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6500亿元，酸菜鱼预制菜均价仅30元，相比之下，消费者在泰尔家却要花费上百元。九毛九管理层坦言，消费者宁愿花30元买预制菜，也不愿为门店溢价买单。这不就是消费降级吗？对吧？人家买预制菜网上一买30块，但是你到门店点他所谓的活鱼，人均还得上100块。资本市场这个餐饮股估值逻辑崩塌，九毛九股价较2021年高点跌出 95%， 市值增发超过450亿港元。呷哺自2021年以来股价持续走熊，累计跌幅超 95%， 市值仅剩8.9亿港元。海底捞2024年在消费市场整体低迷的环境下，即便交出营收净利双增的成绩单，但股价仍持续下跌。2023年股价全年下跌 37%， 2024年内跌幅达 10%， 反映出投资者对拓店驱动增长模式的悲观预期。海底捞也扛不住了，这些餐饮公司都推出了多品牌策略，高端、中端、低端全方位覆盖这个品类，比如火锅、酸菜鱼各种形式覆盖，所以叫多品牌。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消费者不认。窄门餐饮数据显示，全国酸菜鱼门店超 2.6 万家，但2024年关店数反超新开店数，行业进入淘汰赛。在行业同质化、价格内卷、预制菜等夹击之下，九毛九也开展了一系列自救组合拳。九毛九近年不断尝试多元化，却屡屡碰壁。2023年，企业推出了高端牛肉火锅品牌闪鲜瑞木，并在2024年2月又推出贵州酸汤火锅山代山外面，但目前山代山外面火锅仅有20家门店，规模尚小，尚未展现出足够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此前成立的精品粤菜品牌那么大叔是大厨和烤鱼品牌赖美丽也因盈利不佳陆续被出售。运营模式方面，九毛九开始发展加盟业务，加速抢占市场份额。2024年2月，九毛九宣布将开放泰尔酸菜鱼及新品牌山代山外面酸汤火锅加盟。财报显示说，上半年引入了加盟合作业务，为公司带来1041万元的管理服务收入。截至2024年末，泰尔、九毛九加盟店分别为11家、1家，远低于其自营店623家、70家。其新品牌山代山外面合计16家加盟店、4家自营店，老品牌加盟店的拓店速度慢于新品牌。被寄予厚望的怂火锅2024年占比仅14%，且翻座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均在下降，同店销售额下滑 31.6%， 未能与海底捞人均是110元以及呷哺人均67元形成差异化。值得注意的是，强化供应链建设或成为九毛九的破局点。2024年下半年，泰尔宣布与美团
达成战略合作，开设卫星店，以覆盖外卖消费人群，进一步强化线上业务。随着国内预制菜产业赛道升温，9毛9也开始尝试在商超及线上零售渠道推出加热计时的泰尔酸菜鱼、9毛9红焖羊肉煲等预制菜包。与此同时，广州南沙供应链中心预计在2025年内投入使用，有效降低现有供应链的产能压力，确保主要食材供应稳定，以及更好的减低食品安全风险。财报显示，2024年外卖微信店带动期内外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5.8% 至 10.43 亿元，外卖业务营收占比 17.2%， 较上年同期提升 2.1个百分点。预制菜包带动货品销售收入激增7倍至 1.39 亿。这些努力实际上就是改变不了，实际上当前的困局就是消费疲弱，大家没有钱。无论是海底捞还是什么9毛9，它无非锁定的是中等收入，甚至都是部分低收入，它还不算高端餐饮。实际上高端餐饮也一样，我记得2024年上海的高端餐饮好像已经倒了一半，这更惨。中低端餐饮毕竟覆盖的人群多，受众广，但是有时候这些人的消费能力在下降，付费意愿下降，所以整个餐饮行业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2024年整个消费的信心、消费的意愿、消费的能力也是持续下探。在持续下探的情况下，如何去保持核心竞争力成为关键。在价格方面的调整应该符合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消费端得入高性价比的核心需求和诉求。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头部企业，包括一些知名的企业，整体的利润率都是在下降。但是这其实也是洗牌的过程，餐饮消费的红利还是客观存在，所以从长期面来看，还是看好餐饮业。民以食为天，餐饮还是刚需，但是要想赚钱，那现在言之尚早。去年咱们做了很多节目，都是关于餐饮的。北京、上海一线城市餐饮都惨不忍睹，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标。当然了，如果你说光餐饮低迷，你就说消费低迷，似乎有点这个以点带面。再说某些品牌，比如9毛9、海底捞不行，你就说餐饮不行，进而得出消费不行，这个显得有点单薄。另外，这些餐饮公司，你说餐饮行业9毛9、海底捞，这些品牌之间竞争非常激烈，竞争激烈导致毛利下降等等，所以餐饮压力大。那我们看一个茅台，大家也知道，在白酒行业里面，茅台什么意思？茅台代表的是独一无二，也就是没有什么白酒是茅台的竞品。以前还有五粮液，那现在经过10几年的发展，感觉五粮液和茅台中间插着一个国窖什么药物73，也就是白酒行业里面茅台是个独特的存在。就这么一个产品，茅台2024年怎么样？因为茅台也是上市公司，所以它也得公布年报。它跟潘东来不一样，这个9毛9、海底捞、茅台，人家上市公司就得老老实实的披露年报，而且你得承诺你这个年报信息完整准确。你要造假，那就是财务造假。那个潘东来不一样的，潘东来随便公布，他说他赚了10个亿，他说他不想赚钱，结果他赚了20个亿，那他随便说，他不需要为这个负责任。他说他服务员、普通的收银员月薪都9000多，将近1万，这个他就随口来。但是不好意思，上市公司你可不能这样，你那一条一条的都要披露的，每一条员工成本、员工工资、员工的开支，多少名员工，一个都不能错。所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茅台2024年怎么样？如果说泰尔什么酸菜鱼、9毛9、海底捞说跟这个中等收入或者是低收入的人有关系，那茅台绝对是跟高收入、高端商务、房地产是吧？官场那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正是喝茅台的人自己不买，买茅台的人自己不喝，不是那么绝对，但是大部分就这么个现象。昨天白酒之王贵州茅台公布了2024年成绩单，它这个成绩单是双增长，但是通过双增长，行业危机已经显现，增长变得明显放缓，合同负债下滑 32%， 大幅减少45亿。2024年贵州茅台实现营业收入1709亿元，同比增长 16%， 规模净利润863亿元，同比增长 15%。自2017年以来，已连续7年实现业绩双位数增长，也就是10%几的增长。去年贵州茅台对飞天茅台等实施控价保量等稳市场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
贵州茅台虽在2022年营收净利增速均有筑底反弹，但好景不长，2023年增速转向微弱放缓，去年放缓明显，分别达到了3.3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虽然增速放缓了，但贵州茅台仍是行业的赚钱大王。对2024年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76元。从营收构成看，贵州茅台去年实现茅台酒营收1459亿元，同比增幅15%，毛利率94%，同比下滑0.06个百分点。其他系列酒营收246亿，同比增幅20%。在线上渠道销售上，被贵州茅台重点打造的爱茅台数字营销平台，去年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同比下滑10.5%，而其他线上渠道销售收入21亿元，同比增幅14%。但是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跟他那个1700亿的营收来说，这个占比是微乎其微。2024年贵州茅台生产量10.44万吨，同比增长4.24%，销售量8.3万吨，同比增幅13.73%，库存量31万吨，同比增幅5.52%，就是库存的增加。其中成品酒1.77万吨，半成品酒含基酒约29.22万吨。相比较产能这块，2024年茅台基酒设计产能44600吨，同比新增基酒产能1800吨，新增产能于2024年10月投产，将在2025年释放。2024年系列酒基酒设计产能52460吨，同比新增基酒产能8000吨，新增产能2024年11月投产，也将在2025年释放。到了2024年12月31号，茅台酒的存货余额达到了543亿元，较上年底增幅超17%。什么意思？就是库存的增加，库存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它销售增加的速度，也就是卖的看上去很多，实际上它的库存更多。值得注意的是，贵州茅台合同负债从上年底的141亿元降至去年底的96亿元，降幅达到32%，较去年中期末减少4亿元，主要系经销商预付款减少，说明经销商库存承压，预付款订货意愿不积极。同期末，贵州茅台国内经销商2143家，去年净增63家，而国外经销商104家，去年净增2家。这个什么意思？最要命的是合同负债减少。这个贵州茅台它公布的这个报表看上去还挺漂亮，营收和利润双2位数增长，库存增加，销售也在增加。虽然库存增加的比较快，感觉有点隐忧，但人家是白酒王子，白酒之王，不怕卖不掉。产能增加在过去被视作利好，因为你不愁卖，你产能增加，那不是利润就在增加吗？那就在印钱。如果一个商品不愁卖，那它扩产不就是在印钱吗？但是现在形势变了，一个是茅台的售价从3000、3300现在掉到2000几，现在一直在掉。为了保价，茅台开始控价保量，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它的引诱任何措施都是双刃剑的，就是它的报表不管怎么挡，它总有一块挡不住，因为这些被子短了，你盖头盖不住脚，盖脚就盖不住头，看你遮哪儿。所以从合同负债这儿还是让大家看出了茅台的问题。合同负债是什么东西？茅台它有负债，这个债不是欠别人的钱，它是欠经销商的钱。像茅台这样的企业，都是经销商把5个亿的货款打给茅台，茅台再给他发5个亿的货，因为钱先到，货后发，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先定金先打过来，茅台把人钱收了，货还没发，不就形成一个负债吗？拿了人家钱，这个负债越多，越说明经销商急着拿货，开始狂给他打定金，等着他发货，这叫供销两旺。如果这个经销商这个合同负债在下降，茅台就下降了45亿，就说明经销商不着急去订货。实际上这个就已经反映出经销商对茅台的走势不看好，茅台价格在下降，你订的越多，你这个月给他订了1万吨，我是举例子，等到他下个月交货给你，他已经便宜了5%了，市场价已经降了，你已经赔钱了，或者你的利润就没了，那谁愿意订货呢？如果说这个价格在往上走，那经销商一定是疯狂订货，我只要拿到我就赚钱。我现在订1万吨，3个月以后我拿到货，它价格已经涨了10%了，我这就相当于这个理财产品啊。茅台又不愁销，你说涨价的就不愁销，你什么东西3个月你有10%涨幅，理财产品也没这么高，那经销商一定是疯狂打钱去订货。所以说反过来说，就是经销商不积极去打款订货，就说明一这个酒不好卖，卖不动了。
第二个，酒的价格在下降，你订的越多，你赔的越多。所以说茅台不管它是怎么取得的营业收入利润双增长，是通过修饰报表，还是通过控制库存，还是通过保价。大家也知道，像这种企业啊，经销商这种企业的就像蓄水池一样的，他想要利润，那就让经销商多拿走点货，把这个茅台库房里的货背走，利润就出来了。如果他利润下降，那就让经销商少背一点，他少给经销商的 KPI， 所以他调节，它是可以调节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销商的这个叫合同负债下降，实际上就已经说明了茅台遇到问题，在市场上已经开始走不动了。茅台在市场上卖不动，第一个反映在价格上面，所以大家也能看到茅台价格一直在降。第二个反映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上面，茅台用的最多的就是包工头，实际上也跟房地产相关。第二个就是商务宴请，还有一个就是公务员和茅台。这三样现在都不行，都受到打压。房地产咱就不说了，你都在保交楼，哪有什么新项目啊？保交楼谁给你喝茅台？都是求着这个承建商进场。以前是承建商、包工头拿着茅台找人家要业务，现在都是人家找这些人来求你进场，能不能带资把咱这个楼建好？商务现在哪还有什么商务宴请？公务员这一块，那现在抓的也比较紧。再说了，政府没钱，政府也勒紧裤腰带，你偷偷摸摸喝，这玩意儿盯得也比较紧。所以说，你看这三个方面都被堵死了，这个茅台价格就应声而落。关键的关键，民间还库存了大量的茅台。以前茅台就像那房地产一样的，是个神话，只涨不跌，所以大家都在囤茅台。有很多人过去买了10箱8箱茅台，他不喝，放在那儿。有人买的更多，因为你想10年前你买的茅台，现在都已经翻了倍了，2倍有，那是涨价。但这个时候价格在回落的时候，很多人库存的茅台就拿出来了，交给黄牛回收。所以说，从高端产品茅台来看，现在也是问题重重；从低端的或者中低端餐饮来看，也是日子难过。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你就看出消费，这不是你想刺激就能刺激得起来。吃喝是刚需，刚需都能下降，那你说其他的，那更能舍弃。所以我们通过餐饮和白酒行业上市企业他们的财报也能看出一些趋势，刺激消费不是一般的难，简直是做不到。2024年实际上也出台了很多刺激措施。那我们现在面临什么行情？你看看，昨天晚上董王刚对世界宣战，对全球加关税，绝大部分国家只要你有能力往美国卖东西的，他都给你加关税，也就是贸易战升级。特朗普这个动作，他一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连锁反应最后受损失的一定是以出口为主的国家。那大国，咱们就是制造业大国，咱们是世界工厂，那你的损失首当其冲，那咱们的外贸恐怕就更加困难。那另外一个马车就是投资，投资你说哪个行业投资还能赚钱？大基建还能搞吗？所以说25年1个季度过去了，剩下还有3个季度，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在哪里？大家自行思考。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